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行政院长苏贞昌在今日宣布高铁要通到屏东的规划，风声一出来，有地方首长要求高铁会做到宜兰。美国官员声称讲，中国利用大量的资源要来扰乱台湾的选举，放出真侪假消息，请民众爱看好清、列透明。伫北部发生今年全国头一个伫境外得了扩公病的家庭准妇感染，出国回来一定爱洗礼。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到咱台湾交通的消息。屏东争取几年的高铁，在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也专工到了屏东，宣布讲要将高铁通到屏东的规划。目前是有4条路线伫咧评估，也强调讲延伸到屏东，毋是为着选票，是为着台湾整体交通设备要来做一个升级，而且政府是有财政能力来执行的。代替屏东到潮州4档正大完成高计划，行政院车站专工去屏东，宣布经过2年评估，高铁确定要起到屏东，第二底厝即块152公顷的大屯农地，就是新的高铁屏东站的预定地。行政院决策，高铁南延屏东。这4条路线，请交通部林部长负责跟可行性评估整个小组，尽快就各该案评估定案。虽然高铁确定要到屏东，毋过伫学者专家的建议之下，铁道局目前规划4个方案。第一个延造方案是伫咧即马有的高铁路线面顶，另外起一个桥头科学园区站到屏东。第2条是拄即马的左营站，经过高雄后眼地区到屏东。第3条是拄左营千甲代替高雄车头，即个去屏东。第4条是千甲小港机场跳过屏东市，直接到屏南的潮州。咱已经采购钱，所以能够剩下1000多亿。才税计剩余，所以我今仔加伫遮大声。行政院嘛评估4条路线优点甲欠点，按照按路线上底行车干那需要8分钟，毋过无入去高雄的都会区，嘛影响高铁的班次5个月。左营岸是上省钱，毋过会互左营站搁较钱。高雄岸是会当顾着高雄甲屏东发展，毋过经费已经达到1217亿。小港岸是会当发展高雄甲屏南，毋过经费要1500亿，而且沿线会大量来拆厝。交通部表示，4个方案到月底进前会来进行审查，毋过地方对高铁南迁有无共的看法。从屏东到左营也很近啊，而且你拉到屏东来，那高铁不是更慢？对啊，还有人说要拉到恒春，是傻了吗？这种供过于需的政策，就好像是这个屏东机场、恒春机场，现在都成为一个文职机场了。过去屏东县政府甲民间团体拢强烈争取高铁到屏东，毋过嘛有民众无认同，而且佫认为这个时间点宣布是为着明年大选的选票。行政院是强调讲，高铁南迁毋那是为着屏东，嘛有规划屏东到东部，佫有东部铁基路的升级方案。上主要目的是要来去全台高速轨道网。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在今仔日宣布要将高铁通到屏东来，不过这个钱是要对倒来的。财政部也表示讲，目前是会当先动用高铁的基金，不过这个风声一出来，宜兰县长林姿妙也随要求讲，高铁也爱做到宜兰。也有花莲观光业者认为讲，高铁爱做到东部，且对观光有帮助。高铁确定要延伸到屏东，虽然路线也未定案，不过以相对上低计销的左营案来讲，无含买车经费嘛要554亿，这笔钱要对倒位来？财政部讲会优先动用高铁基金。那高铁基金通常它如果说基金不足它可以透过举债，这个举债通常都是资产性的债务所以基本上对于整个总预算这边是相对没有多大的一个影响。中央挂保证高铁延到屏东，现经经费无问题。消息一出，宜兰县长林姿妙随跳出来话讲，嘛要争取高铁向东到宜兰。希望苏院长来讲关心，阮来拍拼希望会当高铁嘛延伸到我们的宜兰县。有评估说延伸至宜兰的部分，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再继续的往南延伸至花莲这边来？因为花莲毕竟是整个台湾观光立县非常重要的一个县市。
花莲观光业者讲，东部交通不方便，不过需求量大。以代替花莲车站为例，一年出入站400到500万人次，因为高铁延伸东部，才更加有经济价值。前交通部长林佳龙捌讲，无排除评估高铁延伸到宜兰。不过铁道局讲，以往要由交通部决定。不过先推动西部高铁、东部快铁串联转度，东部铁路运输会先用代替提升速度。我们提出了西部高铁、东部快铁。而且南北要串联起来的这个规划，那么往南当然就是高雄延伸到屏东，往北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延伸到宜兰。交通学者认为，铁路运输分做基础需求加高阶需求，代替属有基础需求，所以有宽度的铁路。高铁旅客是以经济较好的商务甲观光客较济，需要有实际旅运人次。这整条路线其实是东延。是往东延伸，那照顾的是平北的这一部分，那平南的这个部分，或者是像这个东港林边啊、恒春垦丁这边，其实并不会去使用。他们现在所估计的票箱的一个收入，比如说400亿，但是400亿其实我认为是高估。学者分析，高铁到屏东以地理位置来看，不管是燕巢案、中亚案，也是高雄案，应该敢若算讲是东延，临时南延，所以照顾是北屏东的需求。来往恒春垦丁的旅客，未来向行也是伫高雄中亚站班车，对屏东在地发展无一定有全面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有要求，才会有进步。天下杂志公布了2019年各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第一名是由着今年举办台湾灯会，互众人看到屏东的屏东县长潘明安得到第一名。不过最后一名却是宣布2020年要来竞选总统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对着各县市的施政满意度来看，第一名是潘明安，第二名是连江县的刘正英，第三名是花莲县长徐真伟，第四名是桃园市长郑文灿，第5名是台东县长姚庆玲。吊车尾是最后5名，是苗栗县长徐耀昌、彰化县长王惠美，排伫尾仔第3是台北市长郭文德，尾仔第2是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最后7名是高雄市长韩国瑜。虽然讲这个天下杂志公布到各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调查是由高雄市长韩国瑜来吊车尾排上尾仔名，在下晡伊出席到观光局活动，虽来走闪无要回答。市政府也来发表声明讲，市长伊是个人受到选总统这个议题的影响，不过伊在全国民众也投票内面是认为是上好的首长，排伫第3名。另外，针对着高铁要通到屏东，韩国瑜也抱着正面的态度，不过也呼吁讲，即寡专家学者拢爱来个谨慎评估过。行政院大动作的宣布，高铁要拄高雄做赢，一路迁到屏东。这个方案无论最后是选择倒一个，路线未定拢需要摕到高雄的用地，而且甲高雄的发展有关系。高雄市长韩国瑜知影了，认为向安尼宣布，敢真正有透动。市政府的态度是正面看待的。但是我们同时呼吁行政院没有经过专家学者政治评估以及财务规划之前，财务的评估之前，如果贸然宣布这么重大的政策，是否得宜，这个要请行政院来参考。市政府交通局嘛表示，希望评估的定数会当更较注意，不过会保持开放的态度，甲中央找到一个大家拢会当接受的方案。不离个韩国瑜初十采取无用市政行程，暗时6点就要赶去台北走竞选总统的行程，而且传出高雄市副市长李树川上无3届向朱立伦来表达限资格的建议，不过拢无得到确定的回应。我相信还在沟通，我相信他也非常尊重韩国瑜市长，他到底要找谁当竞选的伙伴。我跟朱立伦市长都有共同的理想啊，希望整个国家能够越来越好，也有共同的交情，都20年以上的交情，那也有共同的担心，就是担心台湾的未来，沟通的管道都是非常畅通的。那样即马出现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可能会离开的分裂危机，外界认为韩资甲可能会当稳定票源，不过韩国瑜无正面回应。朱立伦办公室是搁回应，唔免为一定会斗3天。韩国瑜整合的危机还未解除，天下杂志就公布县市首长施政满意度的调查。韩国瑜的成绩是上尾名，搁一届影响到伊的声势。市政府的声明表示，市长虽然个人受到参选议题的影响，不过全国民众投票上好的首长嘛是排第3名。市政府团队继续来拍拼，提悬市
市民的满意度。记者综合报道。在今仔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高铁被通到屏东。总统蔡英文在下晡也表示讲，高铁向屏东来延伸是国土整体规划问题，拍通台湾东西部的交通。另外，总统蔡英文今仔日也到桃园来视察国军，也到新竹湖口主持国军营区宿舍的挂牌典礼，也学了讲这个宿舍起甲亲像有登记处理的感觉。开到摇兴建的陆军营舍月上楼，70载起举行落成典礼，总统蔡英文亲身去现场剪彩。为着要提升官兵大的生活品质，国防部伫蔡英文指示之下，成立新安专案，完成新的现代化营舍，要让官兵有等于处理的感觉。我视察过很多的营区，很多的设施确实是相当的老旧。去参访了逢甲大学的宿舍，改建得非常的舒适新颖。悦享楼。国军的营舍改建的成果一点都不逊色，甚至还更好。和过去总铺的房间空间不同款的是，月上楼分做2人房甲4人房，有冷气、空调、独立的下间啊设施，每一位官士兵有一床、一桌、一趟式的空间，会当容纳上千名官兵进驻使用。新安全案被看作是蔡英文军事改革的成效指标。在交通建设方面，行政院长苏贞昌正式宣布高铁将要延长到屏东，以高速铁路网提升台湾竞争力。说好外界这期是选前政策买票。我们在台湾的西岸的这个高铁系统跟东岸的快铁系统我们可以整合起来，对我们台湾打通这个任督二脉是非常重要的。2020大选愈来愈接近，拼建设嘛爱拼选举。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几天到批评香港立陶会，蔡英文刷地用反送中议题的报会。总统呢也应该替人民表达我们的关心跟关切大概只有国民党把它当作选举的议题在看嘛。我想现任的市长们，包括郑文灿都应该要以这个市政来影响。香港反送中继续在发展，世界拢真关心，嘛意外变成拿着总统选举隔空过招的新战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在今日下晡，桂瓜王这3方的幕僚也去拜访到中选会，伫咧问联署的细节。而且台北市政府的顾问蔡碧如也表示讲，应该是贵党的出来选总统，郭文哲在必要时阵会全力的支持，而且会当担任伊竞选的总干事。中秋这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2020总统大选，桂瓜王中秋期间愈来愈有影。70下晡3点，3方幕僚雄雄去中选会问总统选举人数详细内容。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表示，应该是由郭台铭担任总统参选人，若是有需要，郭文哲会担任竞选总干事的角色。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全力支持浮选的角色。幕僚该做的事情就把这些事情都准备好，那决定还是这个郭台铭先生的事。桂瓜的幕僚表示，总统人数若是申请过关，19就会当登记人数。桂瓜王合作革命的态势用要确定。根据澎湖上新的民调，桂瓜联名由郭台铭出马参选，支持度远远输给蔡英文甲韩国瑜。桂瓜王合作支持度极度下降。郭文哲讲顺其自然，调去嘛无效。桂办是表示郭台铭嘛天人交战。从头到尾没有宣布要选他20几趴，这也蛮厉害的。就是说顺其自然就是说。急也没有用你总要让他塞卡的急，心理上能够准备好。你没有，你赶鸭子上架也没有用处了。郭台铭先生相信也都是天人交战的，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说，要做任何的决定，真的没有这么简单。郭台铭参选，敢若是非做不可。有一名国民党籍律师林献堂去台北地院送庄自诉郭台铭牵涉到刑事诈欺和背信，认为郭台铭脱党参选总统，造成党员身心伤害，求偿100亿。郭办表示，未来可会有更加侪这款人，希望大家看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您敢知影？只要台湾若要选总统的时阵，全世界研究政治的人，拢会到来台湾做研究。2020年总统大选剩4个多月，美国官员来台湾参加研讨会，也讲到中国投入真大资源，透过着社群媒体等等的管道，伫咧传播假消息，目标就是要来迫害投票，分裂台湾的族群，影响台湾总统大选的情势。
那这个两岸情势是愈来愈紧张。美国军舰经过台湾海峡了后，加拿大海军也在今仔日阁通过台湾海峡，目标就是要展现西方国家捍卫航行自由决心。加拿大海军渥太华号护卫舰由北向南经过台湾海峡，在美国军舰对今年起每个月经过台湾海峡了后，美方民国军舰陆续加入台海自由航行。加拿大旗一艘护卫舰，目前由北向南经过台湾海峡自由航行。国军依照联合勤监侦的作为，全程的监控并掌握我国台海周边的海空域状况，目前状况都是正常的。其实顶个月，菲律宾登陆舰南拉猫号加克拉多叶号巡逻舰也通过台湾海峡登记菲律宾。不过因为天气不好，在海巡甲国防部安排适当的海上兵力之下，由澎湖海巡队澎湖舰协助领航。他们派遣军舰航经台湾海峡，有向北京传达政治讯息的一种目标。那么希望台湾海峡能够维持和平稳定。那么不要有这个任何大家所不情愿看到的情势发生。军事学者讲，各国军舰经过台海有高度战略政治意涵，也毋过强调毋是来挑战北京，而是为着稳定台海和平。那军事角力对华文攻也捌停过，真侪假消息。美国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卿巴斯比讲，中国已经投入真侪资源制造假消息，想要影响台湾2020总统大选结果。Taiwan's 2020 elections are just a few short months away, and China once again seeks to use disinformation to undermine the vote, divide the people. China has invested heavily to develop ever more sophisticated ways to anonymously disseminate disinformation through a number of channels, including social media. As their malign methods evolve, the motivation remains the same: to weaken democracy and end the freedoms that the citizens of Taiwan have come to enjoy after so many hard years of struggle. Nowhere is this truer than in the information battlefield. The United States is grappling with the spread of disinformation. Taiwan is also on the front line of this battle and faces the same challenges, albeit from a more determined opponent.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李英杰强调，美国印太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为了达成这个区域的开放甲自由。不过，中国近年发动主戦戰規模愈來愈大，台灣甲美國必須合作，才發到對抗想要危害民主選舉結果的假消息。記者綜合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唔知恁捌聽過一句俗語講：掛菜無掛唔食粽，囡仔無拍是唔食人。不過若是拍過頭咧，在新北市有一個1歲外的查某囡仔，因為得到流感送到病院檢查，隨後醫護人員發現講，這個查某囡仔身軀頂有真濟空喙，懷疑伊就是去互拍，遂來通報到社會局，警方也登來調查。兒童福利聯盟也表示講，即馬真濟未成年的少年爸爸媽媽拍囝是拍過頭的情形愈來愈多，也請政府愛加注意。骹手、喙齒甲面攏有真侪空喙。新北市一個1歲4個月大的查某囡仔，3號因為得流感就醫檢查，結果發現規身軀真侪所在烏青，敢若遭到家庭暴力。看起来的状况，那个伤势是有大大小小的淤伤，而且淤伤形成的时间看起来是有新旧伤痕，并不是单次就形成的一个情形。目前没有人承认那个是虐打造成的。影片内底爸囝2個人有講有笑，社會局初步調查，這個囡仔爸母攏20多歲，2個人離婚了後，由媽媽處理監護權，並無列入高風險家庭。不過親戚朋友佇臉書批評，媽媽因為工作性質特殊，暗時交由男朋友照顧。不過這2禮拜，爸爸攏無囡仔消息，一直到3號才通知囡仔人佇病院，也疑似遭受虐待。家防中心講，囡仔這陣是着緊急安置，警方會調查老母甲同居人是毋是拍囡仔。而家庭暴力事件常常發生，包括今年2歲才發生4年的查甫人，啉燒酒了後叫後生去買肉丸，因為無參險就拍囡仔而引發注意。而護人民長期觀察發現，拄做爸母的人甲未成年的爸母拍囡仔的比例是逐年上升，尤其是未成年的爸母拍囡仔的情形，敢若今年頭一季就比舊年主年加了3倍。家裡面有6歲以下的幼兒的家庭，特別是新手爸媽，
或者是说他本身就是一个未成年的小爸妈来讲，这2类都是容易在我们目前的儿少保护的网络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对象。这位爸母有需求，透过申请，社工就去大所在访视，提供协助。联合联盟强调，未成年的爸母甲拄做爸母的人，大部分是政府较忽视的部分，爱最高事先的预防，才法度减少家庭暴力一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恁认为讲做人的爸母敢爱受教育呢？在前检察官林俊佑之前伫花莲地检署做检察官，也因为怀疑家己的查某囡仔互同学来霸凌，煞利用家己的身份带警察去到幼稚园办事案。后来伊也互检察院来弹劾，甲伊免职。花莲地方法院在今仔日依照着恐吓危害安全罪，判林俊佑拘役40天。林俊佑伫去年怀疑伊的查某囝伫幼稚园互同学欺负，林俊佑带用2个警察到幼稚园，毋但对这囡仔是随下甲伊问，佮讲话恐吓着园长。花莲地方法院表示讲，林俊佑犯着恐吓危害安全罪，影响着人民对司法的信赖，佮再加上林俊佑毋但承认犯罪，而且态度无好，所以判伊拘役40天。疾管署公布，今年头一个在国内的头一站，就是由国外得到屈公病的家庭群聚感染的案例。这口罩4个人拢是住伫东北部，而且因到缅甸去探亲兼旅游，伫咧9月初时阵返来到台湾。爸爸是伫机场检查出来得到天狗热，妈妈甲2个查囝是检查出来得到屈公病。疾管署也提醒民众，若准出国的时阵，就要注意网通的问题。国内出现今年第一件屈公病家庭群聚案例，是北部一口罩4个人今年6月份去缅甸探亲，还有旅游。9月初返来台湾时阵，50多岁爸爸因为发烧，伫机场检疫站去互查落来，天狗热体检是阳性，去病院了后，确诊是境外刷入来天狗热。其他做回去的人虽然无症头，毋过经过追踪采检了后，妈妈甲4岁、6岁查囝3个人拢确诊屈公病。照检的结果来判断，3个人拢是伫咧缅甸去互感染，而且4岁查某囝嘛变做今年屈公病，年岁上细汉的病例。有一些会伴随就是头痛，然后呕吐或皮肤出疹的这个状况。不过还是有3%，那甚至说最多是有大概30%的人呢，可能感染屈公病之后没有就是临床的症状。唔但爱预防天狗热、屈公病，嘛爱预防流感。最近各级学校小连续来开学，热人流感的疫情嘛继续伫拖。顶礼拜国内类流感门诊急诊的就诊人数达到78000多人，比前一礼拜关闭4.6%。学校流感群聚案件有12件，分别是国校5件、国中4件，还有幼儿园3件。疾管署表示，目前社区流行的病毒上主要是以 A 型 H1N1 为主，毋过到今年寒冷的流感季，可能转变做 A 型 H3N2 还是 B 型。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的这个流感疫苗株延后1个月，但是它也有更换了这个里头的 H1N1 跟 H3N2 的这2种疫苗株，可以在这个11月15号以后呢，按照我们的规定呢，分批梯次来接种这个公费流感疫苗。疾管署强调讲，今年世界卫生组织较慢公布流感疫苗选择的决定，所以嘛造成疫苗制造生产还有供货时间来前。因为安尼，今年世界公费的流感疫苗会伫10月15分配来开始。第一波优先来做的对象是伫国校到高中的学生，还有医术人员，而且嘛鼓励民众家己自费来注疫苗，会当保护家己嘛保护厝内的人。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丰原的三民册局已经开41档啊，也因为租约到期经营困难，所以这个业者决定要来关起来。真侪老主顾是真唔甘，决定要回来试试看看的。业者也讲，实体店面是书网络忝忝，经营有影是真困难。伫册店的角度，一位女性读者点点的看册，嘛找找到伊少年时的记忆。小孩子长大了，他们都是在准备联考方面的书籍，就比较少来这边买了。现在小孩子长大了，我才有自己的时间来这边。我咧读册的时阵，陪女士来这买参考书，嘛伫这看真侪真有名的小说。少年的岁月伴着故乡，有笑有目屎。另外一个角度是甲少年的面容，同款是来找梦，但是已经接的是实体册店的结束营业。因为现在有很多就是手机上面的电子书，然后可是我还是喜欢就是拿到书本这样读的感觉。小时候都会跟爸妈去书局，对，然后就真的还蛮多间都倒闭。
听到册店要关门啊，册店内人客比过去较济，有人来捡便宜，有人来找宝，嘛有人来找记忆。伫台中市丰原区中正路上下火车头上款，三面册店伫咧行向第41档的时阵要结束。业者指出，网络世代之下的独立册店，实体店面已经行袂落去。大家都在网络买书啊，对，而且我们如果是开放式的书籍，大家可以看完就走啦。哦，对啊，所以就文具也是很竞争啊。台中市丰原区三民册店早期专门咧卖动画杂志，台湾本土作家、社会文史批判专论的册，嘛支持动画运动。经营者是民进党新系的地方重量级人物李景祥，伊毋愿意伫媒体头前见光，但是店内本土的册，点点展示伫册店的坚持。伫关门了后，留互地方上的是捌有的美好和满满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回来看福真。洪台飞石走去日本啊，也造成2个人死亡，61个人受伤。部分地区是停电停水，经过东京电力公司抢救，到今也是有60多万户的民体伫咧停电。而且伫咧伊巴拉区的原子能研究开发机构也传出设施来损害情形。面对着这款这么强的风台，气象专家也分析讲，主要原因就是海水温度变悬啊。相信足侪人拢有伫咧使用面册、阿玛龙、甲 Apple 一寡科技大厂的物件，因为这寡科技大厂乱用个资，也互政府甲因调查。美国48州、哥伦比亚特首甲 Puerto Rico 这2个领地的检察长，提到伫华府宣布讲，要针对 Google 甲独占广告市场这个情形做一个调查。真侪州检察体系最高官员提到，伫美国最高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宣布要对 Google 进行反高检的调查。因经过 Google 这个找物件网页的偷叫，可能当地威胁竞争对手，还有消费者，而且对 Google 找出来结果排列，还有使用者的个人资料的保护，表达因的关心。There's no question that Google is the market dominant player when it comes to internet search, with nearly 90% of a share. And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being the dominant player if it's done fairly. That's what our investigation intends to uncover and reveal, whether Google has played by the rules and acted fairly. There's a fine line sometimes between aggressive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llegal ones. Usually the line is very clear. And again, our investigation will determine whether Google has crossed that line. 市场研究公司 eMarketer 的资料表示 ，Google 伫美国所谓广告市场的市占率超是38%。差不多是480亿美金，老面册以22%排伫后壁。啊，毋过最近这几年 ，Google 的市占率若像有减少的状况，亚马逊的广告量颠倒是比伊搁较大。Google 媒体问到上新的司法调查的时阵，用顶礼拜公布的声明来做回应，强调讲公司一直以来追求创新的过程，而且表示针对因的批评嘛毋是啥物新奇的代志。佮讲因一直拢有甲监管机关有建设性的合作，未来嘛是共款会继续安尼做。而且毋是干那 Google、人面册、亚马逊、苹果这寡科技业的大企业，最近嘛拢因为滥散用个人资料、迫害竞争等等的嫌疑去向调查。受到这寡消息的影响，采购美国股市科技类纳斯达克指数收盘的时阵是有落一寡。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中国有一个用20年创一个阿里巴巴，彻底改变中国电子商务，甚至是资金形态的马云，在今仔日正式甲头人一个位交互伊集团的执行长张勇。未来马云也是会继续来担任董事会成员。最后一天上班，马云穿简单的休闲装，悄悄行入阿里巴巴滨江园区。中国的社群网络陆续传出董事夹道欢呼、甲迎接的画面。正式体下火线的这天是马云55岁生日，嘛是阿里巴巴集团成立的20周年。这20档正是中国网络产业对澎湖走向百花齐放的演进史。马云自本是英文老师，1995年创立中国黄业，帮企业做网站，第3档内赚到500万人民币第一桶金。1999年9月7日，伊和18路汉创业同伴，伫杭州成立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巴巴，专门做国内外批发贸易。隔2年得到软体银行孙正义投资，一步一步发展做网络帝国，彻底改写中国内地的电子商务甲购物方式。
2003年成立的淘宝网，伫几档内就拍败美国电商网站eBay，毋过无法度杜绝风暴，嘛互淘宝接到国际精品集团的官司。为着要解决网络交易的生成障碍，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宝，了后佫推出天猫、阿里云、高下金服，旗下12间公司掌握了商业、金流甲大数据。2014年9月，阿里巴巴去美国纽约证交所上市，马云以195亿美金的身价变成是中国首富，集团市值更加超过4600亿美金。中国官方这几年开始收安对民间金流服务的控制，马云嘛伫咧去年9月初10宣布，一档后交棒，即马讲会到做会到。不过马云未来嘛是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一直到2020年度股东大会，伊会继续担任阿里巴巴永久的合股人。马云顶个月底捌讲，我无做阿里巴巴董事长，绝对无登记是我来创业咯，绝对无登记退休。世界遐尔美好，咱加去做一寡，加舞一寡，加看一个，安尼真好。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势。反送中运动到达连满3个月啊，在这个抗议的现场，除了有少年人的形影以外，另外也有一群士大人，因拢会伫拜六礼拜到抗议的现场，徛伫警方甲示威者之间，希望化解对立甲冲突，也要保护这少年人安全。徛伫咧冲突的第一线，勇武派的少年人用雨伞当作防御武器，躯底在戒备，随时注意警方弹过来的催泪弹。示威民众惊向警方，有人互树林庆子弹着，随后其他成员带入开战线。反送中运动发展已经满3个月，不少少年人自发性加入抗议行列。唔可以代表其他人啦，咁我估應該唔會有人企喺前面係唔驚嘅。林鄭呢個政府令到我哋香港人明白，和理非同埋和平係冇用噶嘛。明明感覺真驚，但是 Ryan 嘛是變成勇武派成員，因認為上理想的狀態是和政府以為暴力行動讓步，但是經過這段時間的抗爭了後，因了解這並無效，只好採取更加激烈的手段。當因遭受警方的催淚彈等攻擊的時陣，有部分少年人化身拍火隊，衝入煙霧當中，把催淚彈拍互花。在咧衝突當中，閣有市民甲急救單位為前線示威者買鐵帽啊、面具、食嘅物件和急救物資。多謝佢哋支持我哋大埔可以遊行，我哋少少一個大埔連遊行嘅權利都冇，我覺得好可悲咯。如果我哋今日仲唔行出嚟，我哋以後行出嚟嘅權利都冇。所以唔好打細路啦，唔該你啊！徛伫咧警方和示威者中央不斷困求，85歲阿公希望警方莫擱叫這個少年囡仔，頭家戴黃帽啊、穿守護囡仔黃甲啊的銀髮族老大人出現佇一波搁一波的抗爭當中，想要緩解警方甲示威者的衝突和對立。香港人，大家唔好打香港人啦！細路仔都話香港好嘅，話香港明天有民主自由嘅。咁俾呢個政府去摧殘啦！啊！我唔忍心。你感覺是無愛，但阿公伫咧阻擋警方的同時，嘛警告少年人莫去刺激警方，希望保持和平。因選擇去衝突的現場守護囡仔，共同的希望嘛是港府會當回應民間個大訴求，和抗爭和平結束。記者綜合報道。咱台灣要換新的身份證咯，行政院打算在明年10月開始換新式的數位身份證。不過有民間團體認為講，內政部就還未完全來規劃，就先來招標廠商進行印卡片的問題。而且台灣目前也閣無完整的個資保護制度，也因為安尼，民間團體向監察院來交陳情書，請監委來推動調查證書，認為講這個證書敢會有問題咧，也呼籲內政部公開規劃報告。到明年10月份開始，內政部預計要小連續來換新版的數位身份證，來取代即賣的紙本身份證。不過台寬會指出，照內政部的時間，應該是9月底10月初要公布規劃案的成果。結果6月份已經把印數位身份證的案件發布出去，無甲社會大眾來討論的空間。那是一個33億的案子，有關全民權益的事情的一個政策，我們希望它至少應該要召開，譬如聽證會或。再更退而求其次，公聽會至少應該是非常需要的。但是現在，內政部在最近這半年來，基本上完全沒有做這樣的動作。
除了甲社会讨论空间无够以外，还有学者指出，台湾虽然有个资法甲户籍法，毋过相关的规范还有真侪无清楚的所在。譬如讲，户籍法无确定的规范来限制身份证伫公司领域的使用范围，还有因的条件。肉眼不可检视，而且可以复写的方式记载个人资料在晶片上，就开启了暗地给人做记号的功能，铺展了之后大规模监视活动的一个途径。贷款会呼吁内政部赶紧公开规划报告，互民主参与的定数较完整嘞，而且嘛向监察院来申请，请求调查讲敢是有定数的问题。内政部是发表声明驳回，所谓身份证甲纸本的身份证同款，敢若有人物身份的用途，而且卡片的资料佫较少，预防假的功能是佫较悬。晶片资料会经过加密的保护，爱民用同意拍读出的号码，也是暗号才会当使用。若是有路的规划报告，伫审查修正完成了后，嘛会找时间来对外公开。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出门在外，骑车为着要赶时间、贪方便，拢做出真侪违法的情形。为着要避免民众伫咧路口做出违规的行为，亲像是无两段式的挖倒屏，或者是偷偷红灯正挖。高雄市警察局也是全国头一个伫路口装违规监测系统的，伊会自动判断违规行为，甲恁翕落来开罚单。目前这个月是先宣导，日后就来正式施行咯。等美府车顶驾驶甲奥多摆骑去哩人行道，当场去互警察查落来。这个路口伫咧高雄台中一路，因为车真多，去年当地就有57件交通事故，和前几年比起来增加1倍。因为安尼，市府警察局伫咧现场装全国头一个导向违规监测系统。一年的车祸数高达57件，所以我们决定在这个路口设置多项违规监测系统的一个科技执法，闯红灯、红灯左转、右转、逆向行驶、未规定两段式左转。还有违规行驶人行道这5项违规行为我们会来加以监测跟举发。警方表示，这项系统会当测到奥多摆弄红灯，无照规定两段倒挖，违规骑咧人行道才违规的行为。这套系统大约需要250万，未来扩大设立专区，容易发生事故的路口。骑那个人行道上来，或者骑那慢车道。红灯右转引起很多的车祸。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遵守就好了。很多东西要试运之后才知道说到底好跟不好在哪里。装这套系统，民众大部分拢认同，不过无人质疑车牌辨识的正确度，也有加期间未故障的疑虑。警方回应讲，系统要装进前已经试真侪摆，未有使用的问题。车牌若是看袂清楚，也未开发，目前先宣导1个月，将会伫10月初1正式开发。记者王友婷、陈宪坤高雄报道。在这几年，讲会提神的能量饮料是有影足清的。不过，也有基金会发现讲，有超过60%的学生囡仔拢啉过这款的饮料，也发现讲在这个市面上有24种这款的饮料，而且因的糖分加这个咖啡因拢是伤过悬的。少年人若是啉过伤过侪，恐惊会影响到大脑的发育，造成着破心、注意力未集中的问题。最近这几年以来，提神饮料变做台湾饮料市场正受欢迎的物件，无论是便利商店还是大卖场，拢会当买到。而且，还有真侪免费试啉的活动，想要来抢少年族群的市场。不过，当时基金会上新的调查发现，市场面顶会当买到的24种提神饮料，每一种拢有咖啡因甲糖分。青少年若是啉伤济，可能会影响脑的发育，造成心肝头皮泡菜、注意力无集中等等的症头，可能会影响到他们脑部跟智力的发育，那也有可能会让他们的睡眠品质不佳。那造成说可能白天的时候上课的时候精神不济，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等等的情况。当时基金会调查显示，有60%的少年族群拢捌啉过，是安怎要啉就伊想要啉就啉的比例上悬，有4%。第二是表面讲的时阵来啉，有3%。进一步来分析提神饮料的成分，发现有11种的糖分伤过悬，若是啉一罐，就超过儿童青少年每一天建议的量。另外有4种咖啡因伤悬，若是啉一罐，就超过100毫克，比加拿大建议儿童青少年每一天建议的100毫克以下更较悬。希望是要提供给像小孩子、儿童的话，是包括像
100%的蔬菜汁啦哈，果汁，那还有鲜乳。民间团体建议政府按照国外制定儿童青少年的咖啡因建议量，而且立法来禁止卖提神饮料，予无满16岁青少年。对这个代志，卫福部国健署表示，已经甲教育部来合作，袂予有糖甲咖啡因的饮料入来学校内底卖，未来参考国外做法研议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讲保育类的动物，菱角鸟，也有人讲最严格，在过去的数量是无到50只。为了要保护因，伫咧台南关电生态教育园区，也开19年的时间拍拼来保育，将农地改造是人工湿地，也就是烂地啊，不要喷农药，要互这菱角鸟的数量变搁较济，在今年也已经超过1000多只咯。画面内底一个有白色、黑色、黄色3色色水的菱角鸟，行伫咧菱角田面顶，看起来真高雅，佮用号做菱坡仙子。30年进前，总共的数量无到30只，啊，毋过到今年已经成长到1024只。19年以来，真主心伫保育的台南关电生态教育园区，种菱角无除农药，就是希望互菱角鸟一个健康的环境。我比较期待的是，就是当外面都出事情的时候，至少还有一块健康跟安全的环境给它。会当互菱角鸟数量成长真侪原因，还有附近愿意配合友善耕作的农民。农民林边花无除农药，啊，毋过伊嘛讲嘛是爱甲隔壁田的农民来加参详，这会当避免农药会无细枝出骨来。另外，伊该对抗腐朽类，还有水面的危害。像那个棉花、棉絮啊，也阻碍那个菱角的生长。那种海绵宝宝根本没有办法处理。关电菱角鸟嘛捌因为无细日食到有农药的树仔，转来一体死亡。这会互更较侪地方的人士开始有保育菱角鸟的意识。纪录片《体在邻里》记录台南在地团体甲农民是安怎一路以来拍拼创造一个无毒的友善环境，保护菱角鸟的栖地。记者综合报道。中秋节要到啊，真侪月饼内面拢有掺咸卵仁。好佳在咱台湾有世界第一高生卵的菜鸭。不过，咱的动保团体实际到饲鸭场，发现讲这菜鸭关伫笼仔内，而且因大环境佫真歹，批评这款生卵的方式真粗残。水禽鸭伫日时的时阵，差不多一半时间的生活伫水中，所以饲鸭场内底通常会当看得到开放水源，互鸭会当活动。不过，动保团体前往屏东中华的饲鸭场所发现，有一寡鸭房饲伫非常细的笼仔内底。无法度靠近水，卡嘛大力人啊，伤过大老火，无法度清理污毛，四界拢黏白下物。有时候是完全一滴水都碰不到，那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场非常残酷的折磨。我们真的不能这样子养水禽，这真的是一个虐待。动保团体访问农民，知影用笼仔饲鸭死亡率比一般放养悬出2到5倍，但国内大约15%到20%，以这种无人道的方式来饲鸭，为着就是要管理较方便，买当饲佫较密集，提悬收入。农委会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有政策引导，赶快阻止业者往错误的方向去走。台湾的褐色菜鸭因为产卵率世界第一，各行叫做是国宝鸭。不过，双方剥夺动物福利，以笼仔来饲。动保团体批评无人道，希望农委会辅导农民升级。不过到中昼为止，农委会并无做出回应。记者林文丹披露台北报道。伫台东鹿野的阿美斯巴拉亚派部落组成的白灵军队，今年搁再受到邀请到韩国来比赛，而且因也真厉害，摕到金牌。今日队员回来到部落，也受到正人欢迎。阿美族巴拉雅部落长老跳舞迎接代表台湾到韩国釜山参加国际白灵军比赛部落青年，庆祝因为国争光，摕到1面金牌、1面银牌的好成绩。白灵军队队长王志伟向长老报告，这摆比赛总共有11个24队来竞争，因为因的人数只有7名男性、9名女性，总共16位。2天的比赛吸收10外场比赛，除无其他嘅骹手用体换的情况下，队员因讲是克服困难，全力应战，完成所有比赛。而且夺回此年无摕到500公尺男女混合少龄组项目的金牌，队员真欢喜，也摕到国旗一直走。前年拿错了，对，差0.几秒拿错，那今年直接把它拿回来了。在传达的部分没有说很清楚的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永远都是最后一个，或是我们永远就是第一个，不是别人在等我们，就是我们在等别人。
巴郎阿拜白龙船队7年前成军伫台东县的高丽水白龙船比赛，因搁甲一半船纸停去。后来队员是用沙漂伫大顺沟来练习白龙船，也试过无款出国比赛。去年头一摆出国比赛就摕到奖牌。今年更加在500公尺加200公尺比赛，分别摕到1面金牌甲1面银牌。部落族人时拢甲因叫做是金牌队伍。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网球选手今年冬天伫咧国外南征北战，回来到台湾宣布固定训练的场地。体育署在今年补助网球协会，伫台北的网球中心设立了国家代表队的训练站，目前也已经有超过上100名的网球选手等咧接受训练。伫底线拍落去的调整状况，新报道一个曾吉星也持续球王詹俊心、甲谢正平、杨宗华、甲吴东林。斗阵伫台北网球中心来训练，以往出国比赛进前，爱家己也是请协会来招训练场所。今年4月台北网球中心真侪固定的训练站了后，就加真方便咯。在选手以前嘛，拢走来走去，所以我感觉有一个所在，大家当来是较方便。像我们一般之前如果在学校，我母校练的时候，我们要去健身房，其实车程都会花快1个小时。那你中间就冷掉了什么，就是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有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棒。体育署补助网球协会今年500万设立国家代表队的训练站，除了提升二体，也聘请国家教练资格。张浩勇甲3名助教来进驻，训练的选手除了国手以外，也有不少的新人。可能会因为有这个网球国家代表队的训练站在一起之后，可能大家的那个感情会再升级。那明年组的队会更有团队的那种凝聚力。出国比赛进行一份，回国了后也应好好调整。选手肯定固定训练站的设立。25位男选手这礼拜六就要到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中港大卫斯杯亚大区2级第1轮比赛，恐惊拄到反送中活动。网球协会讲已经向 ITF 国际网球总会确认安全无问题，一定会顺利完成比赛，安全离开香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真侪好所在，在嘉义梅山的太平分推，也就是大坪，开幕免2年啊。自去年11月，管理权就由在地的社区合作社来承接。不过合作社统计讲，游客人数却比去年减少约30万人次，也认为讲这是气候影响所致使的，也希望讲会当透过活动来增加到太平分推的程度。好来。阿里山风景管理处处长和太平船长做伙颁蜡烛，庆祝太平分推特别满2周年。太平社区产业合作社专工举行摄影展和成功野餐等系列活动，希望会当并带动观光的人来。因为附近的店家表示，平常时观光的人有较下降，只敢假日才有人。它可能是我们这边衔接的景点不够，来这边只走一个云梯，只走一个步道，似乎没办法留住客人。游客在动线上。有时候甚至不知道有老街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会觉得说，云梯走完，他们就不知道要去到哪里了。因为很多游客好像都是当天来回，然后在云梯好像只有1个小时，我觉得好像这周边还蛮多可以逛的，对，所以我们昨天就来，就住1个晚上。全台湾各地陆续起不少太空农道，太平分推2017年启用了后，在2018年11月，将管理权转交予太平社区产业合作社管理。阿里山风景管理处希望借由在地创新的经营，和地区影响发展，也和太平分推有特色。初期它没有进到老街，或者不够深入，它发展的很好用，很多都会用家族旅游，会用度假，会用团体的活动来做小众旅行。不过有业者嘛表示，高一个景点让游客失去新鲜感，营业的业绩下降3成至5成，而且在社区经营的情形之下，有时阵阁有资源分配到无平均的问题。敢若希望除了举办活动之外，嘛要对整个观光主体进行整体的规划，要让太平分推变成一间性的观光景点。记者综合报道。中秋月暝露水重，山顶的官网也已经红。不过在桃园大溪，咱来看九月雪，规大片白茫茫的，唔是真正的雪哦，而且是韭菜伫咧开花，而且敢若开到10月初尔，也招过观众朋友做伙来看花、食韭菜。
规大片白色的花蕊，滴滴蕊啊，真古锥，都真像是9月落的雪。这是桃园大溪的韭菜花田，但是9月韭菜开花，有的农民一旦花开了，要受禁止。大溪有这片的风景，嘛办一系列的活动，邀请民众来这佚佗。9月份是韭菜要开花的季节，看起来很漂亮。它大概花期大概是9月到10月初，然后它这个看起来在田野间走起来非常的赏心悦目所以在农民的悉心照料之下，我们的那个品质非常好，而且它有独特的一个香气香味在市场上蛮受欢迎的。大溪韭菜好看嘛好食，这一大片的韭菜花田，伫石门水库和大汉溪边，面积差不多有100公顷，全年拢会当收。水质好，土壤的透水性嘛好，因为安尼大溪产的韭菜特别香。大溪韭菜产销班嘛开发真侪韭菜产品，就推广我们这附近的农民来种植这个韭菜。成立一个韭菜专区这样子。那目前我们这边的韭菜班园有50-60位了哈。目前我们大溪如果是专门在种植这个韭菜的那个面积大约有100多公顷。韭菜花为9月一路开到10月，民众来到桃园大溪，会当来体验大汉溪边好食佮好看的韭菜。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特别到咯，伫咧婚林西里农会家政班也邀请志工妈妈来做一款叫做社梅啊的六角酥饼，要送予这的弱势家庭甲社区的长辈，希望予因会当食了欢喜健康，佮食到因的温暖。机器内底第二档，这是西里定农会家政班，佮有社区妈妈的爱心。这款叫做称赞城小姐的饼，是为着中秋节送予弱势家庭，佮有家己大的老大人，会当食了健康，感受温暖。我们是要送到各个社区，还有一些弱势的家庭。我们的饼皮是使用我们的米谷粉，有蓬莱米粉，大概1半的蓬莱米粉，再加上我们的低筋面粉、高筋面粉。然后我们的内馅是，我们是奶黄馅，我们使用白豆沙、绿豆沙，还有我们的炼乳，还有披萨丝，还有咸蛋黄提味。然后最后我们加了一小块的马吉。和一般的月饼比起来，因为内底包的物件较侪，除了爱注意放料的时间，外口的皮嘛爱下真侪功夫，尤其佮加米果粉、麻糍等等的材料，就是希望伫中秋节嘛会当食到无同款的口味。我们就是第一次擀剪完之后，然后再从第一颗再擀剪第二次，然后第二次再擀剪完之后，我们才来把它做那个压平、擀盐，然后包馅的动作。那它这样子的话，做起来形才会漂亮。这款饼的用料真实在，有加麻糍、cheese， 佮有绿豆沙等等的食材，外口酥酥，口感是真丰富。虽然讲是真费工，不过会使做爱心，志工拢真欢喜。感觉真舒适，真快乐。这种心情是真本真料的，嘿，拢无人服务这。透过这款的课程，唔但志工会当学到新点心的做法，嘛会当把这份快乐和温暖传出去，让大家快乐过中秋。记者综合报道。已经入秋的暗暝会愈来愈重，明仔日气象也听我详细讲。北部地区为25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为25度到32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3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英国看人哋的比赛，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个时间，咱再会。